冯玉起来，不要喊他去吃米。放那个屁！我妈打给我。那个手上。你已经弄那个汗，我老好他在。人家看你呢，哈！来，等下有问题，不能要带妹妹，就是不叫我给我。我们来不吃啊，我跟你吃啊。你吃了，跟我说。发起来发起，吃他的地球这样走，哼！苏州人吃馄饨，小菜猪肉是赞吧？16块洋的油，还有蓝麻鸡火腿汤，或者还是鸡骨的。苏州人吃三龙，滴滴答答是灵魂。可对于非常人吃到一定要不晓得那个来龙去嘛，等下我再打过去解释解释。一大盆猪皮，先擦水，擦海水刮慢，你到一点分看错，不是做皮啊，是做馒头的一个汤。刮海慢，再到1个钟头拖拖来。是一打泥咚咚子继续倒，再到1个钟头，烂塌子高又放冰箱。第二天拿出来，发现这个人打模糊的。感觉来吧，还有到高头的。那个水是皮冻，再有打猪肉咸辣一袋，板子馒头蒸一蒸，还有这个汤水出来着。我觉着你倒是真的吃板子，那肉里向倒半点自来水，蒸一只还有汤出来的。不相信来试试看呐！你留下来，我会人开个店谁给咱弄的？那个人是苏州人当外地人的区别，应该讲是千年繁华，看了骨头里像个钢锯。12块的市长，我当到手手人工也不给，你到阿三同里个家。那个是烂板的事体。有种人谁着？哎哟，可是我买个三笼，不晓得里向是皮冻的还是江鱼汤丸。反正冯玉记里向的肯定是皮冻，至于其他地方的吧，让我去吃起来讲不到听。